恭喜哦！听说您要当阿公啦！恭喜！听讲很头做阿公啊！恭喜！听讲很头做阿公啊！是啊，你看这张相片漂亮吗？哇，实在漂亮啊！两夫妻很登对，长长久久大富贵。是啊，那样一张相就奖嘛。哇，是彩奖！两公家就相配，长长久久太富贵。是啊，那样一张相就奖嘛。哇，是彩奖！两公家就相配，长长久久太富贵。请问今天有什么要帮忙的吗？请问今日学到上空要解吗？请问今日学到上空要解吗？哦，我想要借钱盖一栋新房子给孩子，今天要来办理贷款。我商讨借钱去这栋新屋搭设计，今日就来办理贷款。我商讨借钱去这栋新屋搭设计，今日就来办理贷款。那就是抵押权设定。确实如此，人讲按是迄第一款设定，可是迄按人讲的，按是迄第一款设定，可是迄按人讲的。高山看日头，矮山看门楼。建房子是很好的事情。高山仰日头，矮山仰门楼，起舞是真好的事情啊！高山仰日头，矮山仰门楼，起舞是真好的事情啊！请问是向银行借贷，还是向私人借款？请问是甲银行借贷，也是甲私人借钱？请问是甲银行借贷，也是甲私人借钱？是向银行借款。是甲银行借钱，是甲银行借钱。银行已经替您将抵押权设定申请书做好了吗？银行就提醒甲第一款设定申请时做好嘛？银行就提醒甲第一款设定申请时做好嘛？哦，做好了，我有准备。做好啊，我就审批。做好啊，我就审批。我需要与您核对抵押权设定申请书。我会甲现对一下第一款设定申请时。我会甲现对一下第一款设定申请时。麻烦请您提供身份证和印章。哦，这些是我准备的证件。麻烦请现提身份证和印纸。一条现爱审批的证件。麻烦请现提身份证和印纸。一条现爱审批的证件。好的，请稍等，您马上要做阿公了，心情一定很好。好，请等下。迄年时就做阿公啊，心情天初真好。好，请等下。迄年时就做阿公啊，心情天初真好。现在小孩都有自己的想法。现实世子拢只有一家的想法。现实世子拢只有一家的想法。古人说：“生子生，无生子心”，就是这样。古作人讲：“匠之心，无匠之心，这是因。”古作人讲：“匠之心，无匠之心，这是因。”只要他们开心，我也就开心了。只要国人欢喜，我嘛欢喜；只要国人欢喜，我嘛欢喜。是的，您的小孩很优秀。是啊，迄个小子真优秀。是啊，迄个小子真优秀。阿公，我这边帮您收件完成。阿公，我俩先甲迄收签。阿公，我俩先甲迄收签。审核确认后，会通知您来领取他项权利证明书。审核确认了后，要通知迄个量他方权利证明书。审核确认了后，要通知迄个量他方权利证明书。这样手续就完成了。好的，真是谢谢你哦。俺收收去面试啊。好，真落来现。俺
收收是免信啊。好，真劳来现。